東九龍青年商會2012年家庭和諧日515想相聚。家喺你哋心目中佔什麼位置？喺中國人心目中，家係非常重要。古代大家族式嘅家庭生活，大家會一齊生活，一齊居住。但係到咗今時今日，呢啲大家族式嘅生活已經越嚟越少，係因為工作繁忙，定係對家冇歸屬感？我哋希望藉着聯合國國際家庭日喺5月15號，大家想起同屋企人一齊嘅相聚。